都听到了，朱哥哥跟雪姐姐他们已经成亲了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可以做你的女人。真的？你说话算数？当然算数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。好，你说。第一个条件，我相信你是个好皇帝，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服我爹跟师傅们不要光复大明。但若有一天他们败了，请你手下留情，不要赶尽杀绝，放他们一马，可以吗？好，朕答应你。第二，如果你答应我的做不到，比如整顿吏治、废除特权、圈地等恶政，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那时候你就不是个好皇帝，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你，你不许阻拦我。朕也答应你。第三，虽然朱哥哥主动跟我解除了婚约，但是我不能无父无长，我必须回去告祭祖宗，给我父亲还有师傅们一个交代，等到时候再堂堂正正的回来嫁给你。可是你这一走，要是不回来怎么办？你难道就这么信不过我吗？朕不是不相信，朕是不相信你爹还有你那帮顽固的师傅们。虎毒不食子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我这次回去，他们未必会同意，但他们最多也是把我赶出明珠谷，他们不会对我做什么的。你就让我回去吧。如果我不回去跟他们说清楚的话，我过不了我心里这个坎儿。既然朱哥哥你都敢放，为什么不敢放我？已经决定赌了，何不赌一把大的？好，那朕就跟你赌一把大的。你拿着这面令牌，下次进宫见朕的时候，就不会有人阻拦了。龙小弟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疑，永不相害。嗯，我走了。走吧。朱哥哥，走吧。皇上，以奴才对奕欢的了解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朕又是在一场豪赌。我李奕欢，我龙三，今日对着月亮起誓，结为异姓兄弟。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永不背弃。同甘共苦，同生共死。如有违誓，天打雷劈。爱已来，卷风沙，恨不过龙小弟，一生你是一个好皇帝。经过的星辰如马，望不
湖船雨中的他，这一生月光花能否带他傻的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般时的光速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般时的光速。什么？皇上罢朝了？是啊，太皇太后，已经3日了。自从皇上亲政以来，还从未如此荒废过朝政。这3日，皇上不仅不上朝，还把自己关在乾清宫中，谁也不许进去，谁也不肯见。想不到，哀家最担心之事，还是发生了。玄烨，咱们祖孙2人有3天没见了，你还好吗？皇上，能不能开开门，咱们祖孙俩说说话？既然你不开门，那就隔着门说2句，可以吗？玄烨呀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让祖母不得不想起你那皇爷爷。记得那是崇德6年9月13日，你皇爷爷镇守嵩山呢，指挥8旗子弟浴血奋战呢。不料忽得听闻，哀家的姐姐海兰珠病倒了，她竟然不顾一切，要返京。这一路上不休不眠呐，真是日夜兼程啊！终于在第5日，他终于赶到了京城，可是却没有见到海兰珠。他心情大痛啊，又是不食不眠呐，昏迷不醒啊。虽然被太医救起，可是他言语混乱，形同疯癫。就这样，不久抛下了祖母和你那可怜的6岁的阿玛一走了之。
你听得明白？雪夜啊，那还是大清初帝的时候，朝野上下呀是危机四伏。祖母啊，为了你的皇阿玛，为了大清朝，我耗尽了我的全力，好不容易把你的皇阿玛养大成人，又扶上了龙椅。可是他又像你的皇爷爷，为了一个董鄂妃，一言难尽呐。祖母说不想去了，他仅仅24岁呀，又抛下了祖母和不到8岁的你一走了之。皇祖母青年丧父，中年丧子，你说我苦不苦啊？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满腔热忱的，为了你，为了大清朝，我用心把你养大。雪夜呀，你已经亲政了，这龙椅已经坐稳了，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步他们的后尘呢？皇祖母知道，爱新觉罗家族的男人们是有情有义，可是太痴情了。你要知道，你是一国之君呐，你要为你的臣民，为了你的大清朝去着想啊，皇上。你如今连个子嗣都没有，难道从今往后，我们祖孙2个让后人去唾骂我们作为千秋罪人吗？皇上，请开门吧，皇上，皇上，雪夜。